好啦，如果你依家對一個人好沉迷，或者以前好瘋狂地迷戀一個人，成日都有咁樣嘅行為模式嘅話，其實呢個係一個好清晰嘅信號，話俾你知你現時嘅人生係好可悲、好坎坷。點解呢？我知道聽落好殘忍，但係你要明白，當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太過不能自拔嘅時候，好多時原因都係因為佢喺自己嘅生活上完全欠缺滿足感。譬如可能佢好憎自己份工，但係又要留喺度日日做，或者佢身邊完全冇朋友，覺得好孤獨寂寞，或者佢完全揾唔到自己充滿熱情、好中意玩、好中意做嘅活動。咁所以喺呢個狀態下，呢啲人心理上就會好容易去迷戀一個人，去瘋狂地墮入愛河。因為佢咁樣做嘅話，其實就能夠短暫地令到自己分心，令到佢唔使面對同解決自己更加嚴重嘅深層次問題。咁所以如果你發覺自己好容易沉船，對某個人瘋狂嘅話，咁其實你係更加需要聚焦去揾事情，去滿足自己人生，集中去優化自己生活，解決自己逃避咗好耐嘅問題先。因為如果你唔處理嘅話呢，你嘅人生就只會氹氹轉，只會吸引翻同樣有心理病嘅人同你互相呼吸，去製造毒性嘅關係。